姊妹大家平安。啊，感谢上帝，咱有这个恩典福气，啊，佮留咱的活命，互咱伫遮三甲来敬拜服侍伊。伫咧还未开始的先牧师，我伫咧最近吼，有伫咧咱年底的中间，我拢有用互咱讲望这个新世纪的这个欺骗吼。我连续安尼有往几啊篇，啊，佮有一篇迄个假见证吼，伫咧差不多伫咧即个12月的开始，啊，真趣味吼！我用这个互人的中间，我咧讲，我会记得要用这个进程，我讲你爱灵吼，所有灵你会晓分辨。我甲无孙娘再去咧册店吼，我想咱。有机会，咱做基督徒人通袂记，咱调查你爱去买册看册，然后你基督教的册房你小可去看，你会当去买一寡属灵的册来看，帮咱咱。特别你嘛会当看了，你当从即个来分互别人，哦，会当互人分享。有当你要用啥物感觉，你嘛毋知要安怎讲，啊，你就安怎借着册，会当互伊。甚至你当买送，可以看。所以传统有真侪种。啊，我其实毋是刻意去，我拄仔去中间，我去咧看，你看者，发现牧师，我逐礼拜我咧甲恁讲两本册，这是迄个永恩出版社，讲天堂甲地狱的启示，啊，佮一本是灵界启示，啊，这个是这个玛丽巴斯特吼，玛丽巴斯特。伊所写，讲上帝特别伫咧末世中间，啊，带伊去啊，伫咧即个伊有写几啊本册，一本是天使，哦，天使迄个启示，啊，一本是灵界启示，啊，一本是即个天堂甲地狱的启示，啊，就是讲，牧师，就是我着看，忽然间叫我看了即两本册，哦，感谢上帝意思。我最近牧师，你看牧师最近伫咧我卖即两本册进前，吼，我拢伫咧周报有，伫咧教尾有看互咱咧甲因讲义。比如咱知影21号有真侪人讲末世，无吼，啊，咱拢足爱去经验迄种的灵的物件。牧师定咧甲你讲，空中有两种灵，一种是撒旦的灵，一种是圣神。但是咱的兄弟姊妹足侪人袂晓分辨。比如牧师来讲，撒旦定来不是会假东假西，甚至互你感觉你中灵了。我撒旦特别足够假互你会感觉到你真灵，啊，互你灵，你就家己骄傲，啊变做讲哦，你拢比人较安怎？所以造成今日教会真侪问题，伫灵魂的运动的顶面。啊，所以牧师特别去。看了这两本册，我想《天堂甲地狱》这本册，你应该永恩出版社，你应该买转去看。哦，啊，当然，伫这本册内底，因就是讲啥啦，带去地狱讲内底，我简单讲伊内底写的某一部分啦吼。耶稣甲伊讲啊，讲我甲你讲一个真相，讲真侪人到遮来是因啊，行巫术、异端、拜神明、背逆无信。啊，酗酒、酗酒啦，未酗酒，以及肉体跟心理的污秽。比如讲，我要显明一切恶弊，甲你讲稳重的代志，要启示你安怎祈祷来抵挡邪恶的势力。哦，啊，伫这个所在要安怎抵挡邪恶势力？你望袂记圣经内底讲一个，伫以弗所第六章有无？以弗所第6章看啦，你爱啦。穿专务的正甲，有无？你爱穿专务的正甲，你才会当抵挡。牧师要一遍来提，你真毋通忽略。特别是这个末世时代，你有足侪人拢爱去行遐个有诶无，去爱看遐爱好奇去接触遐个有诶无。特别我要甲你讲，你诶囡仔，哦，你诶囡仔，特别你诶囡仔，你嘛要爱注意。这时代是用迄个电脑咧传播的时代，哦，我听有真侪伫迄个电脑内底有藏真侪遐有诶无，
所以你就要珍惜伊。哦，啊，这是这本册伊遐咧写，不管你有信无信吼，牧师爱讲，就是讲至少无对咱一个境界甲启示。哦，啊，你家己去看，哦，啊，上帝的灵看安怎甲你指导。啊，另外一本是灵界的启示，哦，灵界启示，伊遮讲着辨别诸灵，啊，讲着诸灵在运作，哦，伊遮牧师简单伫遮，伊即本册来讲啊，讲着拄我咧讲星际的运动有无？我还袂用我用即个出来时，我还袂去看到即本册啊。哦，我毋是讲看即本册啊，甲你牵就无。我袂甲你我拜托马太牵迄个星际的运动的中间。啊，后来我才看了这本册，啊，这本册是讲诸灵在运作，是讲主我看见邪灵在各种社会运动跟邪教中，伫咧邪教的中间，甲大众的社会运动，人咧下达命令。我注意到的新纪元教徒甲撒旦教徒，这个拜撒旦会哦，拜那个撒旦教徒伫咧美国哦，我是有讲，以前我会记来，啊，咱讲我捌提起来。伫咧外国真正是咧拜这个撒旦会，真正撒旦哦，因为安讲撒旦就互伊有 power， 甚至互伊有财富，你知哦？哦，你就要得到一切，所以你看人迄世俗人咧讲养小鬼有，迄个互伊会当啊得到财富，啊得控制，伊本来拢会甲控制，到尾啊毋是伊甲控制，是互伊控制。啊，这个就是撒旦的诡计，哦，我出来甲你提起，所以讲我注意到。假说甲启示讲，互伊注意着新纪元教徒，有无？迄新世纪的运动，我拄啊看一下，进前我看着，啊，甲撒旦教徒，对这类指令感受力特别强。啊，伊就讲伊见证着邪灵通过人的思想，甲印象传达因的邪念甲欲望，讲凡被撒旦捆绑，叫撒旦捆绑。有青年人甲老年人，拢会听从魔鬼。哦，啊，伊看到撒旦就招集伊骗人的这误会这鬼，而且命令引起执行伊的残暴计划。讲伊看过有真正迄个，人讲乌鬼，伊讲乌鬼拢垃圾的吼，诱惑无知的人，吸食各种毒品。你看啊，我注意到。因为污鬼闯进许多家庭，到那些不在神羔羊耶稣基督宝血保护下的家庭，最起码他们也会制造夫妻之间的争吵跟分裂。哦，互咧家庭哦，夫妻冤家啊，这个恶魔也影响其他的人，虐待因的囡仔啊，甲配偶。有人讲伊咱社会上有真侪有啊吼，你要看咱台湾，你定看到注意讲有无？你囡仔我有哪讲？啊！你囡仔生出来，迄个古水你较会好甲虐待，佫好甲到尾也是咪甲有无？好甲太太全甲害死的。迄囡仔迄尼古水，迄尼可爱咧，几岁啊？都毋是讲啊，细细啊，你讲就是已经到几岁，迄尼古水的囡仔，你安尼下落落去。但是牧师来讲，伊注意到污鬼闯进许多家庭，有无哈？啊，造成家庭虐待孩子跟配偶，看到有的公开。全无羞耻，做出各种不道德的行为，污鬼经常鼓励、刺激他们这样做。过来，你讲有许多人转向那个秘术，秘密的迄个秘术，真的，你看咱今日电视有无？拢足侪咧报，真侪这秘密的物件，秘密的什么主取代信靠神，他们被恶魔强烈的热忱所驱使。撒旦首先用来看来，首先讲看来无害的迷信来欺骗他们，看来足无，感觉足。我说有人啊，咱伫个教会咧接触人啊，这也不要紧啊，有足侪人讲不要紧，不迷信无害的来欺骗他们，然后撒旦就会甲因说服他们，以为啊你稍微小可安尼去涉猎。异端也没有什么不对，意思讲，我说迄较要紧啊，迄不要紧啊，恁可能的标准来了，迄拢不要紧啊，迄都看做，比如恁咧嫁娶啊，比如咧创啥物啊，拄着啥物代志啊，
啊，话袂要紧啦，而且是真严重的。伊上帝看，迄是上帝是最忌邪的，伫个旧约圣经里啊，最忌邪的东西，他是最忌，因为甲伊咧作对。哦，你看，以为讲你稍微涉猎异端也没有什么不对。哦，伊会感觉安尼，啊，其实袂使。伊讲伊所看的 case 内底，伊看到巫师举行邪教仪式，并做出许多邪恶的事，就着以前念咒，用咒语跟降神位来接触黑暗世界。伊讲伊看到因甲死人伫遐咧沟通，啊伊也看到巫毒教祭司、巫医、巫师甲其他的灵媒引导真个心灵饥渴，有心要去探索人去步入记录，因就组织假做某种的聚会。伫个美国主要的大城市的内底，撒旦本身就是受人伫遐膜拜。伊讲驻外看见真个散布伫全美国各城市的撒旦教的组织，跟其中敬拜撒旦的人。啊，这其实我会讲，阮伫咧读册中间，阮就看到，有真个 report 的迄个报告。哦，阮就定不是咧讲即个物件，伫美国的社会，因为美国真大嘛。哦，啊，各种的即个动派足自由，你知哦？伫美国的社会，毋是像咱较早过，伊是真自由的物件。哦，所以你看有真个撒旦就照着讲，伊讲，我看见邪灵盘旋在音乐团体的周边。有个不争的事实，讲有一个属性，就是讲有一寡流行摇滚乐团，伊家己和家己甲团体所取的名字，是来自祭拜撒旦的仪式。有不少他们所写的现代流行歌曲的歌词，都反映出来自撒旦的影响力。这是其中牧师就是讲，我最近咧甲互咱伫周末内底，啊，这牧师的直接，我呢一直咧思考迄个，毋知要安怎甲咱的兄弟姊妹讲，要甲你讲，哦，啊，甲你讲天堂甲地狱，伫这本内底有真侪人到地狱的中间，你讲啊人讲，啊，耶稣你太不爱甲救，伊讲上万啊，因为审判已经定了。啊，总之内底有一个真要紧，讲你著爱悔改。你若伫个世间，你若会知影通好悔改，无师无定咧讲一句话 ，It's too late， 啊，袂晚嘛，你听有？啊，咱有透过足个机会，比如讲恁兜的人，我定咧把你提起来咧，甲你讲爱倒转来。啊，伊讲啊，伫内底甲你讲爱认真敬拜，爱去上帝教会，一定是耶稣基督的肢体。哦，啊，伫即本册内底有真侪启示，有真侪咱家己。哦，咱家己去看啦，吼，咱有机会，咱家己领这个启示，哦，啊，这个伫永恩出版社玛丽巴斯特，哦，啊，有当时咱咧看一本牧师嘛，咧对照圣经内底，哦，毋像阿伊写啊，你就信啥呢？你著爱对照圣经内底，到底伊的启示是毋是符合伫圣经内底上帝的启示？啊，咱看今仔日的周报，牧师有搁看一篇。犹太人的父母哇，如何教养孩子？也最近我有看，我有拜托马太看这个犹太人的父母这本册内底，安怎教养孩子？啊，你会当参考啊？哦，你有机会当参考，你可能嘛会当甲我无说这本册要倒来买。这本册嘛是伫个这个基督教书网，我较早读册就已经有啊。哦，伫个我1986年毕业。我较早以前咧读册时代，一本册就有啊，就犹太人的父母，哦，安怎教孩子，加讲缺少智慧就是缺少一切，所以牧师来讲，智慧足要紧，人捌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。OK， 倒转来，那你可能讲啊，地狱啊，魔鬼撒旦啊，咱要安怎？这本册内底启示，有咱基督徒的人啊啦，你都毋免惊，因为啦。你不管你信上帝，因为耶稣啦，拢赢过这个撒旦。啊，但是问题是讲，你做基督徒的人，你是一个清清在马马虎，也无咧照起工，也无咧照，你拢互撒旦甲你引诱，甲你啊，咱无要来接近上帝，所以无圣经无讲亲近上帝，就上帝也要甲你亲近你，好无？这圣经内底有一个，你看这本册内底，
咧讲什么？有真人虽然伊是基督徒，伫咧地狱内底嘛是有呢，但是伊袂悔改，伊袂认罪，伊无承认家己，无认真，无咧照起讲，无虽然来讲，你要做一个基督徒，你就爱做实实在在基督徒，用心灵甲诚实有啊吼。所以万袂记圣经内底，到尾啊有一个足要紧，讲要哪抵挡魔鬼，讲啊撒旦的袂迄个啥，要哪抵挡？头先无师讲，伫约书吼，你迄个约书第6章安怎写？会记得袂？你毋免去记啊，记毋免记。伊讲啊，第一点你爱用啥？用真理做啥？真理做腰大甲下咧真理，即种有意思哦。我师就还要讲圣经内底有啊，伊所记载第6章所记载，用真理做腰大甲下咧。我师就还要讲，你用你我嘛去解说圣经内底咧讲即句话是咧甲你讲什么，但是你注意听，注意心灵去。有机会，牧师会甲这段圣经，我就来讲一篇这段圣经的本身的一寡物件。是讲要安抵挡魔鬼撒旦。啊，伫约书第6章内底咧讲啊，茫互魔鬼留地步无？魔鬼咧亲像好势无吼，一直看啊去到尾来。约书第6章，所以伫这本册内底嘛有记约书第6章的所在。后头就用真理做啊，腰大下咧，用什么做护心镜？公义做护心镜，有啊，有咱穿迄个咧公义哦，公义的，所以牧师要来讲公义足要紧，因为牧师就爱甲你讲，你世界你若无公义，啊，善良人永远嘛叫欺负死的，有啊，啊有钱的人有钱有势，你永远就是咧欺负人，啊你无钱无势嘛拢，哦，所以上帝是安怎讲，一直咧讲你爱有公义，因为上帝看每项拢共款，拢公平。无你所业善拢共款，哦，所以咱袂使看轻啊，咱嘛袂使去共骗受，用公义做护心镜，哦，过来，用啊盾牌，迄个盾牌是啥？举迄个盾牌啥？惊了迄个箭射来，迄个撒旦的射，甲你射击，你就爱用。啊，毋是过来就是啥？你骹爱穿什么？福音的和迄个平安的。福音的话，你的脚爱穿平安福音的话啦，你是咧表达什么意思？你定会晓，定会晓啊！定有上帝，迄个有啊，你领受上帝福音，啊定会晓，哦，福音的话，才袂破，才袂拄着什么，啊定会晓安尼去传，迄是我的理解啦。吼，迄牧师的想法，我直接安尼看这个字眼，你直接安尼想啦，你直接安尼想。我是还袂去查考原文的意思，你只安尼想无，像福音的话，传福音嘛吼。我要来讲，你就是爱像福音的话有无？穿咧，你毋才会当行足地，行足远，传足地，行足地有无吼？啊，话才袂破。福音的话，过来就是掠盾牌，迄个盾牌是安怎？信德，信德有无？啊，信德是咧讲啥？来。无信，无德行，无德行，甲袂使撒旦上来，用钱甲你写，好无？啊，你要安怎甲假？你人就是无，你人就是无稳嘛，无实在无稳，当然叫写钱写了就死啊，对不对？写着就死啊，信德做盾牌，所以你一定爱伫基督内底爱操练你本身啊，信德做盾牌，过来。最后是咧甲你讲啊，就足要紧的是，牙啦，宝剑，这个宝剑是啥？上帝道，就是上帝话，伊的话，所以牧师不定爱讲，你一定要有上帝话，唔通你家己用想的，一定要有食上帝话，读上帝话，一切拢是对圣经上帝话来，你才会当抵挡撒旦的背迄甲引诱。啊！伫即本册内底，佮甲你讲啊，撒旦是啥物？我看足个，伫遮记载讲啦，足欺骗啦。撒旦，迄个撒旦拢是对付你，种啊，拢欺骗你，拢互你看会足好看的，啊足水的，啊足好看，拢甲你欺骗，先甲你欺骗，引诱你，有迷惑你。所以伫这个所在有真侪，即伫这个灵，伊讲伫这个灵界启示内底有讲起啦，讲撒旦安怎甲你
欺负，安怎对付你知影？诱惑，过来就是讲压制、压制，过来迷恋，过来负心啊，甲你负心。这圣经内底有啊，你看圣经内底有真侪，耶稣你去看迄个马可福音，当耶稣咧甲这个有无咧赶鬼的中间，你去看伫这个，你啊，其实我讲实在，你咧写一本册，你也看圣经内底有无，耶稣咧赶鬼有无？对着鬼负心咧，啊，其实几啊千年前圣经内底，当时耶稣咧面对咧赶鬼这代志，拢记载伫圣经内底。你注意下看，足多拢伫圣经内底。所以特别讲肉体领域，你讲上帝互咱知影，这个恶魔了解咱身体甲身体的需要，就是为什么信徒要穿起上帝专属的军装，而且用肉体看家己是死，是非常重要的原因。所以后壁写约书第6章头牧师讲，一爱穿起上帝所属专属的军装，你才会当抵挡魔鬼的诡计。魔鬼就是诡计欺骗，伊拢假，拢足假，拢互你感觉讲足爽快。牧师无在咧讲，有阵时你伫咧灵魂的中间，你拢互你感觉足爽快，互你感觉好舒服，好了，其实不是真的。牧师无在咧甲你挑战讲，你若讲，所以。咱会使记咱我生活里唱条歌，勇敢向前行有无？向前行，你毋通干来往唱呢。牧师要勇敢向前行，你的信仰是安怎？你几冬来，牧师伫这甲你做伙咧，甲你做伙查经，甲你做伙看圣经，甲你做伙读圣经，甲你做伙。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有进步？你的信仰有进步？所以咱不定咧成长有无？成长。你的信仰伫你的信仰内底真正有成长，撒旦上气你要成长，伊拢嘛甲你踢开。你若要招你来创啥，伊拢甲你动。水上好就歹啦，你查经的种无师傅定咧甲你忽悠，讲你定来查经，伊拢甲你动动西，你莫来啊！你特别恁做教会中级领导者，我要甲你讲，你去看用力，做中级的毋遐简单呢。牧师要来讲，做中级的积分迄是伫咧天意拢有记载。做中级的积分，你毋通看见你家己的积分啦。你得想办法要装备，你不是要怎装备？你就会晓认真，牧师甲你讲，你就爱听。撒旦拢定来用足个方式咧阻止你，咧阻挡你来成长。互你伫这本册内底有写，互你伫咧信仰上互你伫咧道理的顶面全萎缩去的停伫个所在，无成长。若无就是互你黑白沙，所以茫袂记。撒旦足个诡计甲陷害，要阻挡你。所以毋茫袂记。即个牧师最近拄我看即两个，你甲咱讲，特别咱知影末世时代，讲主耶稣必佫再来。毋知什么时阵啦咱茫袂记。牧师无甲你讲，2000几年几月几日牧师无甲你讲，对不对？但是茫袂记的时已经到。你看足个现象，昨昏拄则，你看我昨昏天气烧热我来到教会拄着风流哇！今日天气热呢，一透早起来我冷气机我穿一早起去穿大袜，昨昏是安尼烫呢，我看拢穿短袖的，都茫袂记牧师要来讲，一定爱装备，装备要装备啥？一定爱圣经。上帝话，一定要有上帝话来抵抗撒旦的诡计。伊的陷害有足个步数、足个方法咧陷害你，咧甲你陷害，你就爱做。所以礼拜邀我是上帝，邀我就是上帝是地位的开端。所以地位你要看，咱嘛爱有地位。所以犹太人就是咧讲，你减少地位。地位就是互你要伫教会服侍，伫大方服侍，你佫较有上帝地位，茫袂记。你听道理听到即阵你的信仰是啥物？勇敢向前行是往头前行。咱会当去圣经节有无？牧师用一个圣经节，你甲因讲有5万个名节，伫咧路加13章31节到30咧，甲你讲啥？最后所讲名节
无论伫什么款有人要甲你安怎，无论安怎，你安怎，你还是安怎，爱向前行，你还是爱行，莫讲拄着，就蹲地，就伫遐，就哇，毋是，咱的信仰是安怎，永远向前，所以你的信仰一定爱安怎，爱成长进步，啊，你安怎，爱愈来愈安怎，愈来愈成熟。 愈成熟，你真做伫基督徒，你是愈来愈忠贞，愈来愈成熟。所以牧师咧甲你接触哦，我同发现讲，你表现出来甲你的信仰无符合啊，你就来设立一条路，一条路。我表面上看到你感觉你安尼做迄种个代志，你做啥物代志无符合啦，根本就无符合，所以你迄种表象尔，无实在的内容。哦，你的信仰毋是安尼。 牧师会定咧讲，你是一个人有信心吗啦？因阮得救的人，毋通袂记，这是上帝所设立之，所以咱就安啦。欢喜快乐。我就爱去为头安尼念到个，你才会想的。所以咱就安啦，欢喜快乐，因为你是一个人有信心吗啦？灵魂得救的人。奇怪，牧师来教我对头一工来，我来教是教你什么？教你是一个往头前有哦，毋是往后壁看，信心。 所以你得爱信 ，believe in God， 你得爱相信。所以阮老先用迄个信望爱有哦，伫伊个部落格内底，伊咧做迄个衫咧推广哦，青年哦信望爱，哎，啊，咱毋是干那穿伫身躯顶尔呢。牧师来讲啊，你毋是干那衫穿的尔，你真正活出基督，就是爱有真正叫做 love、faith and hope， 有毋望。 所以，牧师今日特别用一个有毋望的明仔载，咱今仔日是最后一天，有啊吼，哎，咱就是明年吼，啊毋望，咱每一个人，哦，伫新的年，哦，有一个毋望的明仔载，哦，啊望袂记的，你的信仰是愈来愈进步，所以你得爱成长，爱成长，爱安怎成熟，通常看你那囡仔。 伫咧基督的内底啊，定啊囡仔，毋通袂记，你的信仰一定爱进步甲成熟，安尼甲你的迄啥，才会配合啦、符合啦，安尼条有意思无？你才会当有符合啦吼。啊，讲起来你嘛才有吼，爱有一个见证，有无？伫咱的信仰的顶面，你毋才有惊，啊无定啊，牧师无定来讲，我去非洲丢落来，牧师定来甲你讲好无？我囥靠你就。 大家拢哎呀，就大家我你是咧信上帝信遮久啊，你搁安尼，安尼是不对的。信上帝，你靠上帝，上帝叫做你的瓦靠，毋是安尼，毋是安尼，是伫心靠信，是你的生命永远伫遐咧更新。啊，问题就是讲，你一定爱认真祈祷、追求、读圣经，有上帝话，做你的快乐甲帮助。啊，你若离开上帝啊，无定咧，我甲你讲，你无可能讲。 你无可能讲有啥物困难啦，牧师要甲你讲，迄拢假。我要甲你调整，我要甲迄拢假。啊，实实在在，你内底真正有上帝话，你有读上帝话，有咧学习，有咧追求，哦，你一定爱追求，所以追求才会互你的信仰才会当啊成长，啊，你人才会当成熟。毋是互你的身躯愈来愈成长成熟，是你内底迄个灵啊，哦，灵啊。 所以咱在即个文册咧写的物件是灵啊，哦，灵啊，有无？上帝带伊脱出伊的，脱出伊的身体去地狱去天堂看，哦，啊，所以即两本册，哦，无说伫个所在，我有人咧讲那边，我讲伊啥咯？我讲即两本册，我毋是讲安尼，那是根本即两本册所写的，我甲伊讲，啊，圣经内底上帝话语，哦，望，咱每一个人伫新的年，啊，从伫。 今年结束，咱有一个新的出发。哦，毋通袂记，你一定要靠上帝，靠上帝，爱有上帝的话，你才会当面对这些问题、困难甲挑战。像咱当今3个领导，所以爸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问题甲听谈，你互阮佫一遍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有会晓得用心力甲诚实来敬拜神你，互你的老母也所讲甲听的，拢白白着伊。 你开始来伫你的面前，甲你感谢、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，阿门。
咱唔通袂记啦吼。圣经上帝的足要紧，我有当时我咧讲圣经哦，你一定爱摕圣经啦，吼。有当你莫啊教会，有当你有当教会圣经人较早是教会圣经是咧吼，遐会无信的人，也是讲吼拄啊来啊，就无圣经，啊你家己一定要有圣经啊，无你一本圣经无书定来，你讲我已经画，毋知画，我定圣经画啊，歹歹有我，一本细本的圣经，其他歹歹画啊，你看嘛，圣经内底画啊，啊你个圣经内底我看毋知，我看拢嘛无，啊足空白的款啊，我白白空空啊，啊咱是要读圣经是安尼画啊，你讲，圣经是安尼画啊，规大堆啊，表示讲你有咧看无？啊，你个圣经内底拢空空啊，啊拢白白啊，啊表示讲。所以无需要甲你讲，你比如讲，你今日你至少无今日啊，今日圣经来路加13章，啊你后边啊，好啊，对吧？画一下，对吧？画一下，表示讲，有看过啊，好啊，啊无咱无需大家来你讲啊圣经，那个毋捌听过安尼，我足害，啊所以上帝话重要紧，无需要佮你讲 ，very important。上帝话，将来伫上帝啊，伫上帝话啊，重要紧，哦，伫你个内底，你个心灵才会成长。这成熟啊，这足要紧哦，至少无你小可看者，小可画者吼。啊，摕圣经，无拄人咧讲圣经，你就小可摕起来看者，讲者吼。来，有5万个明仔载，吼，路加，咱像咱头先咱生活对安尼，有无？勇敢向前行，就是表示有5万个明仔载，毋是无5万啊后面，从我就无5万吼。那今年最后一个礼拜有无？搁一天有无？咱明仔载啊，好啊吼。咱今年就要过去，啊，每一个人啊啦，所应该面对的，毋是安啦，毋是过去，对不对？咱所面对的绝对毋是过去，是安啦，是未来，哦，是未来。也是讲，咱就是要迎接明仔载，哦，所以有一首诗歌有无？有啊，这首捌唱过，我知影什么人掌管明仔载，哦。而且有写讲，我毋知明仔载安怎，明仔载是个毋知的一个未知数，对不对？我不知吼，明天将如何，对不对？毋知要安怎哦，这是这首诗歌所写。啊，所以伊的时间，这些表现伊的时间，将要伫上帝甲的手中，啊，咱的生命也伫上帝的手中，哦，啊，所以明仔载茫袂记的，只有上帝知影。啊，不管安怎，昨已经过去了。哦，啊，咱今年都要过去，所以咱今仔日若失去机会，若只有等候明仔载嘛。伫这本册内底哦，要甲你讲，足要紧。上帝带去地界教育，啊，怎啊这来人，啊，足侪人也爱看了，也说啊，你着救我，你让我脱出这个苦，这个祸污啦吼，这个火炉中间，啊，伊嘛讲，哎呀，说你无啊，啊，迄人讲受慢啊，也说讲受慢啊。审判已经定，伊讲啦，啊在世时我拢叫人甲你提醒，在世我拢找歹天使，找歹足侪人拢甲你提醒，啊你拢啊，拢无咧甲你信道就对了，啊甲你提醒，你拢袂信道，哦啊今日来到遮，啊你要安怎后悔？无人都甲你说咱大人这囡仔咧讲有，咱大人甲囡仔安怎讲？啊我著甲你讲过啊，有无？我都捌甲你讲过啊，啊你著偏偏你著。啊，到尾才去用法啊，有无？有无？啊，我都甲你明明就甲你讲，你著爱较注意。即马过年到啊，有无吼？年到啊，啊，你著徛乌倒摆塞车足细样啦，迄警察欠钱啊！啊，你毋通摕去互开啦，啊，你家己开就好啊。过年到啊，你家己开，你拢要摕去互开。哦，啊，你著安尼遮冲动安尼，你弄啊，到时来，签个名啊！我签个名就几千啊咧。啊，若无签名拢600，啊，你知哦？你我无输来知，我有经验，无签名拢600，我老细我有一个经验。啊，我要甲你讲，咱做家长就定拢安尼讲好无？好无？拢嘛家己仔讲好无？啊，恁爸都甲你讲过啊，啊，恁爸捌甲你提醒啊，你拢无会听，啊，无会听到时啊啦，会出代志，对不对？定定嘛安尼，啊，所以咱就会晓哦，咱若失去。今仔失去只有等人明仔载，啊！但是袂慢啦吼，无需来讲哦。耶稣的意思讲，啊你只要你会晓承认，你只要伊爱人得救啊，只要你
承认你的唔对。哦，啊，所以无咱讲，早起迄个查斯汀利无讲，咱拢是一个罪人有吼，咱拢是一个罪人啦，有无吼？咱伫早起查斯汀利，恁若有看吼，伊嘛是咧讲伊耶稣救赎的物件，有无？讲你来认罪，会晓认罪伫上帝面前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会晓得认罪求上帝能力，下面拢伫上帝接纳怀抱，上帝要定定都甲你同在。上帝若甲你同在，啥物代志嘛袂当啊，会当甲你陷害，撒旦嘛无人甲你陷害。你看圣经内底起语面，你看注意哦，咱听到你啊，你约伯的故事无？你会记的？约伯的故事，约伯讲啦，好啊，你去试这约伯啦，总是安啦，你绝对无温存你安啦，陷害伊，有无？陷害伊啊，死。所以我要甲你讲。撒旦无遐厉害啦，嘛无遐敖啦。我师父甲你讲，你若信上帝，你若定定点伫主内，所以咱无定咧讲，我点伫主的内底，你点伫，互主点伫你的内底，你点伫主的内底是什么意思？我师甲你讲，有上帝已经甲你三个地地啊。撒旦看到你嘛毋敢甲你安怎，走啊离苦甲，针对走啊离苦甲，无师父定来甲你讲，有无？所以毋通袂记。问题是讲，你要定定点伫主内底，互主点伫你的内底。一定爱定定接近上帝啊！参母教的活动事奉啊，查经有无？有当咱伫咧读圣经、咧祈祷中间有无？咱求上帝怜悯，啥物？上帝怜就定定甲咱三家己。哦，忘袂记啊！所以有一个啊90几岁的人，伊讲啊，讲我的眼力可能渐渐衰，但是我的啊视野啊与日俱增，伊迄个时啊吼。即是只你讲时啊，毋是讲伊的目睭愈来愈有看见啦，但是因为毋是安尼意思咧，哦，是讲啊，伊伫个心灵内底迄个啊，就讲愈开阔，毋是安尼为真生啊，有无？伊活到遮尔济岁啊，愈来愈开阔，伊的心灵愈来愈开。较早少年无错，少年人甲人计较东计较西，当伊食到年老的中间，哇，伊的视啊愈来愈开阔，伊拢会当接纳啊，袂要紧。啊，袂要紧啊，你安怎拢袂要紧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咱少年就无共啊，哦 ，OK， 伊个艺术含义是即个所在，所以90几个人伊安尼讲，哦，所以伊本来眼力可能达到会对，但是伊个视野，伊个心灵愈来愈开阔，所以伊个视野愈来愈广，愈来愈大。伊个艺术吼，伊相信明仔载是上帝为着咱所陪伴，所以伊也正确的思想来展望明仔载。我等于厝里，我妈妈90几岁，我嘛定咧甲讲，哦，我嘛定咧甲讲啊，已经食到90几岁啊，你啥物代志，感觉佫有通好计较，啊，逐项拢要计较，逐项安尼计较袂了，对不对？90几岁也无啥通咧计较，哦 ，OK。上帝话安尼讲，你啊，徛在明仔载，上帝为你行奇妙的事，你圣经上帝话，咱定看到，好无吼？上帝要为着你行足个技术，所以对圣经的中间，咱做伙来思考，就是明仔载有无相的感受，头一项较消极的明仔载。哦，咱人人生面对的，哦，你来看前面就七九第一讲啊，毋通为着明仔载啊自夸，因为啊，一日要生什么代志，你犹久袂当知影。哦，你若圣经要小可ฮ็者，无数人爱讲圣经哦，你就要甲ฮ็者，甲画者，安尼就有啊，有通啊画啊。有无？后摆现着先啊，至少无前面才佫为着 ，OK。前面也至少第一只，毋通为着明仔载啊自夸夸口，因为一天要生出什么代，你犹久袂知。咱人真是种人正乱用。爱一步，下一秒要发生什么，你嘛毋知咧。迄个人有一个有规台车撞位个溪坎落去，有无？伊嘛毋知咧，伊坐车坐咧，伊讲啊。啊，欢喜透早要去，大家要去啥？我要去这边的迄山，所以无事甲你讲啊。啊，迄个我会记规礼拜拢咧落雨有无？啊，9礼拜你顶一个9礼拜你嘛咧落雨，啊无好咱迄天转去就看到出代志啊。毋通袂记的，落雨天千万毋通为山顶去啊。啊，你听有意思无？因为山顶有当时会崩，有当时落久来，一礼拜你想啊，定咧落，迄个路较无稳。所以旁为山顶去，这无需要咱提醒哦，这是一寡常识哦，咱生活就我相信哦。
所以忙，一工要上你拢唔知影，确实有影，有无？所以既然明仔载你无可能去夸口，哎，明仔载要反正你嘛唔知，啊，你会当讲哦，明仔载安怎哦，讲啊喙角断破，其实你啥物嘛唔知，人就无勇气去接受明仔载的条件感。啊，我说，讲一句讲，你若是爱成果，哦，爱，哦，你应该爱现在啦。哦，就是讲较过去啊，有咱人咧缅怀过去有无？哦，爱无所以甲你讲，你着爱现在。昨袂当过去啊，你叫袂转来。啊，明仔载还是无实在啊，有无？明仔载要来，你嘛毋知。咱会当安怎？确实把握的是只有今仔日甲现在。啊，所以佫讲一个今仔日，逐日两个明仔载。啊，土里求一个谚语讲啦，讲。今仔日的卵赢过明仔载加，一句话我唔知。讲今仔日的卵赢过明仔载加，那是卵现会当食是安怎？哦，我赢过明仔载加，哦，有卵嘛吼，卵就生鸡嘛，哦，你若有卵，永远拢安怎？啊，有棒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卵会生鸡嘛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今仔日的卵赢过明仔载加，土里记的谚语，咱台湾嘛有真个谚语吼。可见咱对明仔载咱无把握，咱毋敢妄想明仔载的代志，所以只有主张讲活伫今仔日，活伫现在，敢是？哦 ，OK。第二个，哦，较忧虑的明仔载，所以讲你几个，你毋茫去哦，忧虑的明仔载，你看明仔载了就30-40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忧虑，因为明仔载有明仔载忧虑，一天的难处，一天当就到呀，就忧虑啦，忧郁吼。咱啊，撒旦哦，伫即本册内底咧讲啥物？来嘛有讲起足侪撒旦哦，嘛敢若进入家庭、进入社会、进入国家，但是物进入足侪的团体来咧破坏。甚至进入到你的身躯，你忧郁产生忧郁症、忧虑啊，哦，所以主要说不讲啊，既然落苦袂当代啦，哦，就无我。所以你看我，现在内底有真侪所在咧讲忧虑，这个忧虑啊，看到这个忧虑哦，哦，咱做基督徒的人无少代志，我所以来你讲啊，你信耶稣的人，要到有啥物忧虑，嘛袂记，所以咱毋通为了明仔载，因为明仔载有明仔载。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，一天等就到呀。你几啊千年就甲你讲，哦，上帝话。所以对这个经在中间，咱了解了，有一种人有为明仔载伫遐咧烦恼，食清三顿，明仔载要安怎？哦，毋知要安怎？要安怎破病？啊，你的前途安怎？明仔载互咱失去安全感，所以咱面对明仔载，咱有真侪不安、惊吓。甚至，所以耶稣甲咱讲啊啦，毋通为着明仔载忧虑。所以咱饲耶稣，交代耶稣。哦，所以无数人来讲，你有啥物问题，有啥困难，你甲主耶稣讲。你何不尝试？你无试看觅，甲主耶稣讲，讲看觅啊，甲伊讲啊，有无？甲伊讲，甲主耶稣讲啊。哦，所以，哦，主耶稣甲你讲啊啦，讲毋通为着明仔载。你的生命拢伫上帝掌握，你了有即种的信靠，甲我哦，所以一人的忧虑袂当影响过去啊，有无？你安怎忧虑？你安怎你过去就过去啊，你甲我都去影响，我都。所以就是对将来你也无帮助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安怎烦恼？你对你将来，你更加烦恼，你愈烦恼你愈死啊！无咱人咧讲，啊，你愈烦恼愈，所以你毋知上帝甲你讲啊，讲。你袂生吼，啊，含耶稣嘛毋知，含主嘛毋知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知影明仔载要死啊，我看你烦恼也烦恼死啊，对不对？足简单诶，你有咱大家拢知影啊，明仔载就要死啊，啊烦恼啦，烦恼死，哦，有真侪人就是安尼，啊，所以毋通袂记，吼，咱就会记，吼，啊，所以因为今仔日一切啊，会当毁掉明仔载，啊，明仔载诶忧虑不但是盲目。哦，因为明仔载你毋知，佫是安人无信心嘛，所以忧虑甲平安毋是环境，是咱内心的一个感受，哦，感受。
撒旦哦，有需要有当时对你的内心、对你的思考、控制你的内心甲思考，你知无？啊，牧师你讲的无影，啊，牧师你讲你莫插伊啦，啊，牧师你讲你要凊彩啦，牧师你拢会听到一个声咧甲你讲安尼，啊，你莫插伊。所以我要甲你讲，我定咧甲你提醒，你一定爱谦卑，爱顺服就是啊，谦卑啊，较谦卑啊，人拢其实讲你拢知啦，啊，逐项你拢捌啦，拄拄啦，哦，啊，所以你着爱会晓谦卑顺服，哦，啊，撒旦定不是咧甲你讲，哪个来破坏，啊，有当撒旦，我讲伊拢会假做光明的天使，啊，即个甲你骗，甲你讲啊，哦，你足够啊，哦，你偌够的呢，啊够有影遮够，有影。咱有当时啊，撒旦就假啊，甲你假啊，所以咱就来讲，你的内心的感忧虑，常常叫人啊，你要灰心丧志，你丧失你的意志，哎，感觉足 disappoint， 你足失志、足失望，哦，啊，互人啊情感受到刺激，你啊，你的 emotion 受到刺激，哦，受到刺激的中间，哎，你就情绪就无好势。啊，所以撒旦上爱容易去控制你的情绪哦，你注意哦。所以无数人咧讲，你着爱会晓祈祷啊，定咧处理的家长啦吼，咱做家长啦，定为着处理每一项祈祷，莫互圣神点伫你的家庭，圣神点住你的家庭内底。哦，所以今年哦，咱这个无迄个跨年感恩，咱无跨年讲来啊遮头几个人啊，我逐年跨年我来啊遮几，啊就。7、8个，无10个左右呀。啊，拢看咱敢即少数人了。牧师建议讲啊，你搭要厝的，啊，做家长的人啊，要看咧带全家伫遐做祷告，安尼知无？咱拢无迄家庭的祭坛，你知无？咱较早我会记阮细汉，咱定有家庭礼拜有，咱家庭的礼拜，哦，请牧师来做家庭的礼拜，哦，啊，逐个咧家庭拢有上帝。啊！伫遐做家庭的礼拜，上帝祝福，啊！上帝临在伫即个家庭的中间。咱做家长的人爱会晓安尼做，我茫袂记。我逐年我拢带阮囝，阮查某囝有一个，啊，我带伊做伙祈祷。一年来是新的一年，有无？旧历年嘛是共款，咱拢祈祷，啊，带全家伫遐祈祷，有无吼？新的一年爱交代上帝，爱关上帝祝福满满伫安尼过，茫袂记的。哦，做家长人一定爱会晓安尼带吼，所以你的内心、你的 emotion、你的情绪，哦，啊，伫安尼摇来摇去，啊，坐立不安，伤心又伤身啊，吼，伤心搁伤，人个讲伤心搁伤肝，哦，伤身就无咧讲伤肝啊，吼，伤心搁伤肝，安尼有味讲，哦，所以咱就要会晓注意，所以伫遐甚至远离社会。哦，迄撒旦，我咧一个足要紧的做人讲啊，讲叫你问伊甲人交配啊，哦，叫你尽量你家己安尼就好啊。迄撒旦的诡计啊，足厉害，你着爱细啊，造成人内心的自责、内疚，哦，感觉啊足愧疚，啊，你会感觉安尼，哦，安尼常常失去机会，到尾啊，可能互伊啊啦，地教互伊啊啦，伫遐 complain， 怨天尤人，怨天怨地，啊，怨东怨西的，哦，规个，所以将。无勇气去迎接明仔载来临，所以可见忧虑的一个明仔载对一个人来讲的生活是安怎，拢无啥物款的意义。所以咱毋通有即种的忧虑的明仔载，吼，毋通有即种的忧虑的明仔载，吼。啊，第三，较绝望的明仔载，绝望。你若看到即句绝望哦，你就对明仔载足绝望的，哇嗨！这是一个，这嘛是一个心理上的层面。你看以赛啊，我以赛22章第13节，什么人知影人啊欢喜快乐啊，抬鸡、抬牛、抬羊，食肉啉酒，我咱来食这，明仔载都要死啊！哦，你看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讲，我就知讲，我若亲像。寻常人当时那一般人就好，伫咧伊所即个甲即个野兽伫遐见到，哪呢对我有啥物利益咧？哦，那死人无搁活，咱就食搁啉，
就是明仔载就要死啊！而且所有保罗先生伫遮咧讲什么？咱若照利民来看，哦，这个圣灵咱你若照利民来看啦吼，哦，保罗先生就是讲，当时好在那讲，伊去用了也伫咧监狱内底，有拄着迄野兽，甲野兽伫遐咧，甲一般人讲伫遐咧斗争，哦，啊，到底有啥物理由？有啥物理由？啊，第二字，咱若根据圣经来看《使徒行传》咯，伊即个时阵，保罗先生毋是去用了，伊嘛无伫监狱的所在。哎喏，伫原文，你若去看原文说，保罗先生是咧讲，伊伫以弗所拄着足厉害对敌啦，像迄个野兽共款，拄着足厉害对敌。哇！但是有啥物理由？对我有啥物理由？哦，就是讲，死人若无够活，哦，若是基督无够活，所以伊拄着即个艰苦困难，拄着野兽要甲食跳落到，啊，若是讲啊，伊抱迄个必死之心，你听有无？啊，若是死人若是无够活，哦，最后说若是无够活。啊，咱就直接啉酒的时候，就明仔载就要死啊！有无？甲人斗争也袂赢，啊，就去用哦，这是咧描写原文意思，是咧讲描写幼所的一个，保罗先生拄着幼所的对敌啊，哦，足凶猛的对敌的意思哦。咱有人将人的性命比作花草，野地花草，所以今仔日还佫伫咧明仔载一直花落。啊，所以对着明仔载这个状况，咱若来看以赛亚的时代，哦，亚历山大遭受到亚述军队的一个围困，哦，伊遐甲讲，啊，以赛亚叫百姓遐哀哭反悔，啊，可惜因反倒伫遐啦，吼，大食大啉，哦，你来看，因讲啊，啉食因为明仔载都要死啊，哦，你看以赛亚就是当时看到。哦，当时亚历山大遭遇到亚述的军队，伊遐甲围困，啊，所以就叫遐百姓爱悔改，哦，爱悔改，哦，啊，所以伫即种背景下面，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5章320伊嘛强调讲，咱若是基督徒死无过活的时候，啊，不如啊啉食就好啊，伊明仔载就要死啊，係就，所以对这事实，互咱了解啦。确实有一寡人对明仔载哦非常的绝望。哦，咱伫世界过来有真人对明仔载绝望，所以你讲，看最近哦，你若电视看有足侪人讲啦，安尼撞落去，有无？朋友安尼撞落去啊！啊，你讲安怎？敢有比尔无人接无人听啊？像你迄外口更加有，就真济代志吼，互因敢若过着迄个醉生梦死安尼。啊，啉食快乐，然后啊，等死啊！哦，这就是做咱的一个境界吼。但最后，这是讲什么？让咱大家来想的，有5万个明仔载，哦，咱今日所看的圣经，有无？这当迄个时阵有几个法利赛人来甲耶稣讲，较紧走，因为啥？希律就要甲你杀。耶稣讲啊啦，恁去甲迄只狐狸讲，我看圣经哦。我看耶稣讲啊，这实在哩啦。耶稣甲讲，迄只狐狸，对耶稣的出讲啊，迄只狐狸，有无？我看圣经我看耶稣咧讲话，无讲这实在，我嘛小可，咱有当对人咧讲嘛，小可敢小可避暑一下，有无吼？我耶稣你啊，你甲迄只狐狸讲，哦，我看即个圣经上哦，我耶稣真正我耶稣当时来讲啊，意思讲，耶稣当时意思是啥物？啊，反正吼。全班死的就对啦，啊，你听有无？有当咱要甲一个有权利的人讲迄只狐狸，你甲今日啥物人上有权利？马上救啊！啊，你若甲有人甲骂一个吼，啊，哎呀，你若伫咧较早的时代哦，输底啊，咧骂一个你明仔载就无看人啊，你知？伫咧阮迄个年代啦，你若问迄个王长老有无吼？王长老迄较早迄概念的进前的，你讲一个歹话，尔随便去啊你。人都无看，第二天拢无看，今日这时代无共，所以你看主要说当时面对迄个，伊咧讲迄只狐狸论嘛吼，希罗王，伊讲迄只狐狸，你要看，你看圣经的背景几啊千年前，耶稣就遮好大，哦，耶稣讲，你紧走啦，迄希罗要来刣呢，去甲迄只狐狸讲，今仔日明仔载我
我贵第边，第三天我的代志就成全啊吼，所以有今仔暗时吼，伊4个我的代志。虽然安尼，今日、明仔载、后日，我必须要向前，意思讲冲班死的，我就是无论安怎，我嘛爱向前啦，我袂使咱救去逃走，啊种退后袂使。